收看11节的感动时刻，今天要带您看看幼儿园的园长怎么样让客家文化向下扎根。这是园长赖修女担心客语失传，请来了客语教师，用儿歌还有童谣教小朋友学习客家话。一开始获得了反弹，到后来有家长的肯定。今天11节的感动时刻，带您来认识这位修女。从简单的对话、音乐燃起小朋友学客语的兴趣。虽然很多学生不是客家人，但是他们一样学得很开心。不是在客家庄，在台北市通化街的幼儿园里，也可以听到客语儿歌、童谣的传唱。配合内容，小朋友唱唱跳跳，活力十足。每个礼拜2天的母语日，让大家学客语，这是园长赖玉修女的坚持。比如说你、我啊、你、爱，这个长大了以后就学不起来的，所以我觉得，所以从我们的小朋友开始，教他们发正确的音。赖修女聘请老师用轻松活泼的方式把客语融入教学当中，也把幼儿园变成客家风。除了用客家花布装点教室，还处处看得到客家俚语，因为她积极塑造客语的学习环境。小朋友在小的时候，所以1、2岁都是学语言最棒的一个时间，所以我们从10几年一直到现在，小朋友的客语的成果都还不错。黑色客家话怎么说？在台北要进行客语教学，其实很艰辛，曾经受到家长的反弹，但是他担心母语会逐渐的失传，所以完全不退缩，最后也得到了家长的肯定。尤其是阿公阿嬷听到小朋友讲客家话的时候，他说：“那为什么没有教台语呢？只有教客语，他们听不懂。”所以有一些反弹。可是后来我们也加进台语，所以这样子的话，也就会取得到平衡。赖修女也会帮助幼儿园的小娃儿报名幼幼客语闯通关，每一届的成绩都相当卓越，因为她希望客家的种子能够在台北这个城市开枝散叶，向下扎根。艳红花布包围，跳成一个圈，乘着朗朗童声，串起传承客语的节奏。当整个城市传唱，修女的心愿在孩子的笑颜里实现感动时刻。